龙大人，既然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有件事儿，希望你多多帮忙啊。何事啊？我们收到消息，听说这丽嫔怀了龙胎了。正是。可是我们又收到消息，这丽嫔因为父亲亡故悲伤过度，在舒府小产了，结果不幸大出血，薨逝了。刘大人，这什么意思呀？我刚出府的时候，这丽嫔娘娘还好好的。龙大人，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龙大人，你是一个聪明之人，这向皇上禀报丽嫔娘娘薨逝的消息，这折子还是由你拟一下吧，就算是你我联名吧。快跟上，快点！快跟上，快点！真是红颜薄命啊！皇上要是听到这个消息，肯定是圣心蒙忧啊！是啊，龙大人，皇上乍闻丽嫔娘娘薨逝的噩耗，难免是有些感伤啊。不过龙大人你是知道的，好在后宫佳丽3000呀，过些时日，这事情放一放，我看也就过去了。啊，来，其实这样也好啊。舒总兵跟着丽嫔，黄泉路上总算是有作伴的了。啊，他们这一走，我们总算是安心了啊。来，刘大人，那我就不在此喝酒了。我想带着万姑娘去小别院，单独的听她弹弹琵琶，喝喝小酒，你觉得如何？哎呦，龙大人还是个急性的人儿啊！好，你且去风流快活啊。这个丽嫔娘娘的后事由我来料理。不过龙大人切记啊，这个请罪的折子要嫁给你好啊。你放心吧，刘大人。那龙某就先行告辞了。送龙大人。龙大人，请。哎，万姑娘，哈哈哈，好生伺候龙大人。是，小女子一定听大人的话，服侍好龙大人。只是，小女子尚有一事相求。万姑娘，请讲。听说，大人府上的孟祥和孟护卫，因为冒犯了大人而被您下了狱。小女子求大人开恩放了他。万姑娘，你为孟祥和求情，你认识他？刘大人，就看在龙某的面子上，放了孟护卫吧，让孟护卫送我们去别院。龙大人，放了孟祥和不难，不过本官有些糊涂啊。万姑娘，你是怎么认识孟祥和的？你又是怎么知道孟祥和犯了事，下了大狱呢？因为小女在裘老板府上和大人府上住的时候，孟护卫对我多有照顾，所以我对他心怀感激。老爷，老爷，不好了，老爷！慌什么？慢慢说。舒府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丽嫔死了？不是，是丽嫔娘娘她不见了。什么？怎么会不见了呢？当时我们正在诵经祈福。
丽嫔呢？拿药来。小姐莫怪，我也不想害你，可我没办法呀。我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搁在巡抚大人那儿了。你要怪，就怪老爷生前为什么老跟巡抚大人作对吧？黄管家，啊，郭妈妈，怎么是你？黄管家，小姐是你跟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老爷现在尸骨未寒，你居然对小姐下毒手！她不是你家小姐，她是我家小姐奶娘。小姐呢？走，搜搜，这边这边，仔细搜。走。怎么样？没有，没有，没有啊！我念经的时候明明看见小姐走到屏风后的呀，这屏风直通后院，这后院大门又上着锁，她只能在这儿啊！这就奇了怪了。搜，继续搜。真是个废物！你们这么多人还看不出一个女人？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小人已经尽力了。这舒婉心是小的看着长大的，她可是手无缚鸡之力呀，又没有攀爬的工具，我就不明白，她是怎么爬上那么高的院墙逃走的？难不成她长了翅膀不成？不用说了，你们这还看不出来吗？这是早有准备啊！龙大人，这丽嫔娘娘现在何处？你应该是最清楚吧？我说我不知道，刘大人相信吗？你们说我相信吗？来人，快，快！龙大人，你现在可以告诉我，我信吗？不过此时此刻，本官还是很佩服你的。此情此景，居然如此镇定，是个见过大阵仗的人。不过本官还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跟本官作对到底？哈！你以为你救了丽嫔，她就可以在皇上耳边给你多吹吹枕边风是吗？就可以免除了你擅杀朝廷命官、伪造玉玺、假传圣旨的罪责吗？Even when you feel 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you feel slow, you can still go. Even when there's no hope, you can still go. I never answer to no, man, I still go. 巡抚大人派人前来，请龙大人过府商议赈灾事宜。好，我知道了，我换身衣服就过去。那小的先为大人准备车马。你们说这个人会不会就是被刘德昭收买的内奸啊？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来找出舒府当中究竟谁是内奸了。主子，你带着奕欢还有丽嫔娘娘先走，我仪容成你的样子，先去刘府稳住他们。啊，龙小弟，这个时候就别啊了，就听我哥哥的吧。他武功很好的，你放心，若是没有咱们拖累他，他一个人谁都控制不住他。而且我跟主子身材相仿，倒正好方便互相易容。奕欢，我帮主子易容，你去通知丽嫔娘娘，让她做好准备，马上逃走。好。主子，多保重。要不要带几个侍卫？不必了，你跟奕欢更需要人保护。等我去了刘府，引开刘德昭的手下，你们就赶紧出城吧。等一等，多加小心，不要恋战，务必全身而退。多谢主子关心。李建清，怎么会是你呢？都别乱动！别动啊，走！
姓李的，放了我姐夫，不然我弄死他！我跟万姑娘非亲非故，你以为用她就能威胁到我吗？少跟我来这一套！你跟那个姓龙的自诩为仁义之士，为了那些灾民，你们都能犯下这么大的罪行，你能眼看着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为你送命？放人！万姑娘，我刚才就是顾及到你的安危，才想用计带你离开，没想到你还是放不下孟祥和。也罢，裘贵，只要你把他放了，我就放了你姐夫。你当我是傻子？先放了我姐夫，然后束手就擒，我就放了他。不然的话，我就弄死他和孟祥和。好，我答应。西外呢？手上留点神，留点神啊！你是倾城？没错，我是雪倾城。不行，小师妹，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这府上既然出了内奸，我们的计划暴露，孟祥和也迟迟不来送信，说明他已经出事了。我要留下来，跟师父一起救出孟祥和和舒婉心，放他们一条生路。雪姐姐，你放心吧，朱哥哥都说了，他会见机行事，救出孟大哥的。大师兄虽然武功高强，可留他一个人在这里对付刘德昭这帮心狠手辣的禽兽，我不放心啊。雪姐姐，我觉得你对朱哥哥真好，事事都为他着想。小师妹，你别多心啊。是因为大师兄身份特殊，所以我才把他的安危放在首位。哎呀，我知道，你不用多心，我心里都明白。主子，你们先离开，我留下来。为什么？臣妾手无缚鸡之力，身子虚弱，若是主子带臣妾一起走，会是一个很大的拖累。可是刘德昭已经打定主意要跟我这个钦差大臣翻脸了，你留下来的话会很危险。刘德昭和您翻脸，可以借口说你伪造玉玺，假冒钦差。可臣妾是真真切切的丽嫔娘娘，她不敢公然害我。若是来暗的，臣妾这府上大多是跟随家父几十年的老人，不可能都被刘德昭收买，他们必定会尽全力保护臣妾。再说了，只有主子安全了，臣妾才会安全。是啊，龙小弟，丽嫔娘娘说的对，第一，她留在这儿可以稳住舒家的内奸，还有就是可以为我们逃出太原多赢一些时间。你就听她的吧，只要你脱身了，他们不敢对丽嫔娘娘下黑手的。来人呐，来了。娘娘，你有何吩咐？你去把府里的下人都集中到大厅，我要让大家和我一起给老爷诵经祈福。是，老奴马上去办。主子，一会儿府里的下人都会集中到大厅，你们就可以从后门离开了。叶欢呢？我不在你们身边，你一定要保护好主子，保护好自己呀。放心吧，丽嫔娘娘，我虽然武功不行，但是什么放毒啊、防身啊，我都是可以的。倒是你，现在舒府特别不安全，你得自己小心啊。婉心，想不到你平时柔弱，却是这般冷静果敢。待我平安脱身，一定想办法马上回来救你。待回到了紫禁城，一定好好奖赏你。主子安全，就是对臣妾最大的奖赏。万姑娘，你准备好了吗？快了，麻烦您再等一会儿。他们怎么还不来？这可怎么办？你们可算来了！你是舒姑娘，我就是雪倾城。
咱们总算见面了。我们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多谢姐姐以身相替，我才能有机会和孟哥哥私奔。当初形势所迫，不得不暗中劫走姑娘，还望姑娘见谅。好了，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有什么话还是出去再说吧。嗯，舒姑娘，你赶紧动身跟我们走。啊，不行，走不了了。刘德昭宴请钦差大人，要我前去陪酒助兴。啊！怪不得裘敏在外面守着。如果他去宴席的话，那对龙大人就更加不利了。万姑娘，衣服换好了吗？别再拖延时间了，快点啊！万姑娘，万姑娘，你如果再不回应，我得冒昧进去了。走吧。嗯。秋官，你看你干的好事儿！我也不知道啊，他怎么就会武功了呢？他少废话。小姐，怎么是你呀？管家，你说谁？她是我家小姐，丽嫔娘娘。可是不对啊，我家小姐不会武功啊。虽说入宫之前，长河老爷骑马射箭，可那都是闹着玩的。怎么突然之间？这2记耳光是替舒家赏你的。你到底是不是我家小姐啊？刘大人，让这些官兵都退下去。姐夫，退下去！退下去啊！对！退下！退下！快退！快！都快点呀！刘大人，放了孟祥和，给我们准备3匹快马。我备马。备马，快！哎，舒姑娘，啊，你不要着急，青城他们一定会平平安安把你的孟哥哥带回来的。哎，但愿他们3个能平安无事啊！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来了，什么来了？我听到马蹄声了。看，青城带着你的孟哥哥，他们回来了。婉妹，孟哥哥，婉妹，哥哥，太好了！哎，刘德昭那个狗官没有为难你吧？没有，好歹我也护了他10年，救过他无数次，他对我算手下留情了。只是给我灌了些舒筋软骨的药，把我关进地牢。啊！多亏李兄和雪姑娘救了我，还帮我解毒，恢复了武功。感谢3位的救命之恩，我们无以为报。在此，我们2个就给3位磕头谢恩了。哎，孟兄，快起来！来，婉心妹妹，你我虽然非亲非故，却因容貌相似，结下了不解之缘。孟大哥也是位忠义之人，
看着你们两个终于能够冲破一切障碍，携手此生，姐姐我啊，不知有多羡慕呢。雪姐姐，我有我的孟大哥，你不是也有李护卫吗？我祝愿你们也能冲破一切障碍，白头偕老。舒姑娘，你误会了。李护卫他从小就已经有了未婚妻，他的未婚妻也是我们倾城的好姐妹，她们从小一起青梅竹马长大，所以他们的关系只是兄妹之情。对不起，我给弄错了。那我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吧。虽然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又让雪姐姐顶替我入宫，可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婉心妹妹，今日我不得已在刘德昭等人面前显露了武功，他们肯定会怀疑我的身份，但只要你不暴露行踪，不落到刘德昭等人的手里，他们就没有证据证明我是假冒的舒婉心。所以，姐姐拜托你，一定要远离山西，小心隐藏行踪。好。三位放心，我与婉妹此去必定选个隐秘的地方，野性埋名，男耕女织，过些平淡的生活，绝不给各位再添任何麻烦。如此甚好。孟兄，其实我也很羡慕你。李兄，你不也有青梅竹马的心上人吗？听说还是从小就定亲的未婚妻，不像我跟婉妹，还要经历这么多波折。我和我那未婚妻之间的波折，只怕比你们还要大。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李护卫，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还是和舒姑娘他们就此别过吧。好，孟兄，你和舒姑娘各骑一匹马，赶紧快马加鞭，离开山西。好，多谢。山高水长，后会有期。后会有期。保重。雪姐姐，李大哥，再见了。一路平安。保重。正。正。师傅，你跟我们一起去见康熙吗？我就说你的病已经好了。不，我要回明珠谷，协助晋王查出谷中奸细。倾城，以前我陪你进宫，是担心你的安危。如今现在宫里面有太子还有奕欢来照应你，我就放心多了。你就告诉康熙，虽然我的病大好，但是我要留下来给老爷守灵。那师傅，您一定要多保重。多保重。行了行了，消消气消消气啊！水。对对对。你说啊？哎呀，这个李建清啊，喝口水，喝口水。在外边没被别人打死，你想烫死本官啊？不能轻着点啊！啊！怪我怪我。你说这个李建清啊，实在是太可恶了啊！临走还把本官给伤了。我不杀此人，我誓不为人。姐夫，你放心，如今整个山西境内都通缉他们呢，跑不了。秋哥啊，你说这个万苏姑娘，她会不会是这个丽嫔舒婉心啊？不大可能吧？
这万姑娘是我手下从外面掳回来的，而且奇了怪了，她本来手无缚鸡之力，怎么突然之间就成武林高手了？那这个万苏长得跟舒婉心是一模一样，而恰恰就在这个当口，丽嫔娘娘从舒府消失了。舒管家啊，在。你仔细的回想一下，这个丽嫔娘娘回府以后，她与她进宫之前到底有没有区别？有。这次小姐回府以后，确实与以前有所不同。我还以为她是入宫做了娘娘，这气质仪态自然与做小姐时不同。现在想起来，她应该不是我家小姐。你的意思是，有人冒名顶替？哎，舒剑有这么大的胆子吗？找个人冒充他女儿进宫？舒管家，那挟持裘贵的可是丽嫔娘娘。反正我家小姐不会武功，挟持裘老板的肯定不是我家小姐。至于是不是丽嫔娘娘，我还真不敢妄下定论。莫非这舒剑找了一个样貌相仿的江湖女子，冒充你家小姐进宫？这万苏才是舒婉心。万苏，舒婉心。姐夫，我觉得你这推测应该是对的。他本来应该是找了一个极其隐秘的地方藏起来了，后来知道他爹病重了，才冒险出来，要见他老子最后一面。可是没成想半路给我劫了，他为了不暴露身份，才谎称叫万苏。此种说法是最为合理的。那舒剑为什么要找一个武林的高手冒充他女儿进宫呢？他意欲何为呀？既然咱们能够证明这个龙三是个假冒的京斋，若咱们同样能够证明这个丽嫔娘娘也是假冒的，那咱们可就什么都不怕了。轻点，轻点。是。皇祖母，可有皇上消息了？暂且还没有。皇上都已经半个月没有消息了，妾身的叔叔也没有了音讯，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你慌什么？越是情况不明的时候，越不能慌。锁头半个月前曾送来密奏，说是皇上要办刘德昭，为防刘德昭狗急跳墙，奉了皇上的旨意去调御巴赞的兵。也许他不在皇上身边，也没什么密奏的，所以就没有送来。可是，不仅有刘德昭，还有吴三桂的人也盯着皇上呢。妾身是在担心。吴三桂倒的确比刘德昭更可虑，但也不必过分的担心。吴三桂的嫡长子吴应熊还在咱们手里呢。哀家已经另派心腹前往山西去接应。你呀，可是后宫之主啊，千万不要乱了阵脚，切记不要让别的嫔妃们知道皇上去了山西的情况，免得多生是非了。多谢皇祖母提醒，妾身明白了。山西本富庶之地，然朕亲见民生疾苦，而地方官各自为政，巧立名目收受税银。朝廷所发赈灾银两、粮食，被各州县官员层层盘剥，真入灾民手中，实不足一。灾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而众官员香车豪宅，生活之铺张奢靡，犹在朕之上。朕着令，吏部彻查山西贪污之风，以正乾坤。钦此。好了，龙小弟，写完了。你来看看怎么样？老大，看来你在我这个小弟的调教之下，这个字儿啊，
大有长进。只是没想到你身为女子，居然写的字儿能有几分朕的风范。主要啊，还是你的这封诏书内容写得好，这听得我呀是痛快淋漓的。以前小的时候，在我们老家，每一次闹饥荒，饿死很多人，当时看着吧，就觉得特别惨。那个时候，一定在心里把朕骂了几百遍吧？那当然了，这老百姓饿肚子，肯定都是你这个皇上的官儿没当好啊。皇上呀，可不是个官儿。皇上怎么不是官了？虽说这贪污赈灾银两的是山西的地方官，可是呢，你这个皇上可是最大的官儿，这都是因为你的失职导致的。这番话要是在朝堂之上任何一个人说了，朕都不会轻饶的。可现在不是在朝堂啊，而且我也不是别人啊。那你说，你是朕的什么人？老大，这次出巡呢，真的是感慨万千啊！不仅体察了民情，还学到了很多朕在御书房里和朝堂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尤其是还跟你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情，那将是朕这辈子都无法忘却的美好回忆。你看看这个。还记得那日你说过，这个龙字就是一个龙加一个耳字组成的，意思就是皇帝的耳朵是个摆设，听不到百姓的疾苦和心声。朕听了那番话以后，心里很是震撼，所以回了宫以后，就立马在这个扇面上提了这个字儿，以随时警醒自己，不能做一个耳朵是摆设的龙皇帝。你明知道我就是随便一说，你干嘛这么听我的呀？花儿，等朕办完了山西贪污之事，朕就好好的办你我之间的事情。你我之间有什么事儿？难道你真的想一辈子只做个笔墨侍书，然后等到你那未婚夫回来，出去跟他成亲啊？你虽然是寻常女子，朕不能立你为后，但是在这后宫佳丽3000之中，无人能及你在朕心中的地位，所以朕要给你抬个7级，纳你入后宫。不行，这事儿我不同意。朕记得你之前说过，皇帝是这个世上最不值得女人爱的男人。可是，在山西的那间草房中，你不是已经改变了对朕的看法吗？我之前说过，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可是现在我收回这句话，你真的很好。在那间草房中，咱们同居了数日，朕看过你的身子，也把很多第一次都给了你。难道你真的可以做到心里放着朕，还出去跟你那个杳无音讯的未婚夫成亲吗？大不了我谁都不嫁，我不嫁给他，我也不嫁给你。为什么？龙小弟，你是个好皇上，但是我想要的是个夫君，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夫君，而不是让这后宫女人又爱又怕的皇上。可是朕没有让你怕朕啊，难道你单独跟朕在一起的时候会感到害怕吗？龙小弟，你能只做我一个人的夫君吗？你不能。我不想跟东宫娘娘、跟西宫娘娘共享一个丈夫，你懂吗？一个妻子想见自己丈夫的时候却见不到，每天打扮好，期待丈夫发慈悲似的出现，对着蜡烛垂泪，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反正你已经后宫佳丽3000了，少我一个又如何呢？你明知道朕是一个君王，朕不可能只有你一个女人。
朕贵为天子，也不可能做到事事如意。朕只有珍惜有你陪伴的每一刻了。李太医，公公有什么吩咐吗？我看你脸色有些不对，怎么？是不是看到皇上宠爱奕欢，你心里不好受啊？这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你们不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吗？这不是我想要的。奕欢年少单纯，对感情的事情非常懵懂。我担心他。你把奕欢拉进宫里来，目的就是想骗取皇上的信任跟恩宠。可是没想到，皇上对奕欢动了真心，所以你的心里不是滋味。是我大意了，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唉，看到你们把事情搞成现在这个局面，我也很是不安呐，但我又无可奈何。我知道你跟你爹一直想要光复大明，我劝不了你，可是你们这样做真的很危险，就连我这条老命，恐怕到最后都得给搭上。我劝你，赶紧把奕欢从紫禁城给撤走吧，我年纪大了，受不了惊吓了。姐夫，玉八赞率着3000精骑进入山西境内接走龙三，既不跟你这个山西巡抚碰面，事后也不差人跟你打声招呼，而现在皇上就宣你进京跟龙三对峙，这事儿我总觉着不大对劲儿啊。其实我的心中也甚是不安呐。我原本以为这个龙三只是哪个偏远地区的小官吏而已，在朝廷中毫无背景，只因是擅长曲中卖直，所以才被皇上破格任命为钦差大臣。所以他完全不懂这官场的规矩，憋足了劲想要踩着我上位而已。如若如此，我完全有把握将其斗倒，但是我实在没有想到啊，他居然跟这个玉八赞有如此深厚的交情。嘿，玉八赞是皇族子弟，手中又统领着朝廷最精锐的骑兵，可是他为了一己私交，不奉旨就擅自带兵进入山西境内，就这事儿，咱们能不能揍他一本？秋官啊，此事我们是假。为什么呀？啊，皇家子弟手握重兵，跟朝中大臣勾结，这是皇上的大忌啊！你懂些什么？
这个龙三回京之后，必定在皇上面前举报我诸多的罪状。到现在为止，皇上没有下旨捉拿于我，只是让我奉旨回京与那龙三对峙。这说明了什么？这就说明了我抢先在龙三之前呈给皇上弹劾龙三的折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秋官啊，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我们只需要集中我们所有的精力和力量对付龙三一个人，以免树敌太多呀。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咱们怀疑丽嫔是一江湖女子假冒之事，如何处置？哎呀，此事太过匪夷所思啊！这个丽嫔跟舒婉欣两个人居然长得是一模一样。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没有找到真正的舒婉欣，那我们又如何能证明这个丽嫔娘娘她是假冒的？那舒婉欣早跟那个孟祥和私奔去了，我正查探。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先奉旨进京。丽嫔娘娘的事情暂时先不提了。秋哥啊，待我找到真正的舒婉欣之后，你即刻进京来见我。那个时候，我们就有翻盘的机会了。姐夫，江湖上我大把的人都撒出去了，你说他跑得了吗？索大人且慢行。怎么了？下官见过索大人。哎呀呀呀！你这是干嘛呢？你别这样。不，索大人，下官没有别的意思，下官只是想请索大人给下官透露些口风。下官此次进京到底是凶还是吉呀？哼！哎呀，你呀，你呀，索大人教训得对。你呀，不用太过担心了。咱们都是朝廷命官，这有人弹劾咱们，这应该都是家常便饭，是不是啊？下官明白索大人的意思。索大人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皇上并未全信那个钦差龙三对下官的弹劾。你呢，且安心的去觐见。你此行一定是有惊无险。多谢索大人指点。行，走着。请。皇上，山西巡抚刘德昭觐见。宣刘德昭。这，刘德昭，皇上宣你觐见，请吧。刘德昭，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山西巡抚刘德昭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岁！刘大人，皇上，这些都是龙三弹劾臣的罪状，都是他无中生有所罗织的罪名，无中生有啊！刘德昭，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来诬告你？回皇上的话，这龙三向臣索贿不成，所以怀恨在心。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悍匪，盗抢我府库的官银，还有这龙三，他私刻玉玺，伪造密旨，干涉我山西地方政务。皇上，这一桩桩一件件，臣据查实。皇上，请皇上明察。
刘德昭，臣在。你文才不错嘛，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难怪你能一路升迁，官拜2品。谢皇上圣赞，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还有皇上，这是龙三刺客玉玺伪造密旨、盗抢官银的证据，请皇上明鉴。没错，这个玉玺和密旨都是假的。皇上，除了这些物证以外，臣还有人证。此人证乃是山西总兵书监大人府上的管家，他可以作证。这龙三在借住舒府期间，曾经率领手下乔装改扮，勾结山匪，盗抢官府库银。如果皇上想亲自御审此案的话，可召此人进宫质询，此案可立百于天下。不必了，这儿有3个人证，个个都比你那个舒服的管家重要。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这龙三假传圣旨，伪造玉玺，乔装改扮盗抢官银，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杀了你手下一员姓杨的参将。吾皇圣明啊！皇上实在是圣明啊，但不知现在那3人现下何处啊？刘大人，别来无恙啊！皇上，此女子乃是龙三的贴身丫鬟呀。刘德昭，我也是证人之一，你可还记得我？皇上，这个人也是龙三的心腹啊，抢到官银也有他的份啊！皇上，不管他们说什么，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皇上，何止他们俩有份儿？刘德昭，臣在。你为何不抬起头来看看朕？臣第一次拜见天颜，内心诚惶诚恐，臣不敢直视天威，所以朕让你抬起头来，仔细的看看朕。皇上，臣我死！真的，特别好笑，太好笑了！是说不啊？后来呢？后来那个刘德昭又怎么样了？后来那个刘德昭啊，吓得都不敢说话了，这身子就跟弹琵琶似的，一直都还真是有趣。真可惜，我没能当场看看他的丑态。哎呀，你还好没到现场去看他那个丑态，你都不知道当时啊一股恶臭。结果你猜怎么着？吓得那厮尿裤子了！哎呦，臭的我呀！龙小弟赶紧叫人把他给拖走了。真是没想到，那个刘德昭当初在山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原来这么脓包啊！可不嘛，你都不知道，被拖出去的时候，那厮吓得都不敢说话了，那眼睛是往上翻的，然后吐着白沫，就这样，基本就这样子。这永乐斋这么热闹啊！皇上吉祥，皇上吉祥。臣参见皇上。哎，不必多礼。这个永乐斋啊，是紫禁城里边最自由、最轻松，也是最开心的地方，大家随意就好了。
一欢呢一欢，你可真是朕的开心果啊！朕每次一见到你，一见到你的笑容，听到你的笑声，就觉得浑身神清气爽，心里充满了阳光。龙小弟，你可是堂堂的皇上，你怎么能许别人听壁角呢？朕还用得着听壁角啊？你这个声音啊，隔着院墙都能听得见。这么看来，你这脚是不疼了？脚是不疼了呀，不过走起路来还是会一瘸一拐的，特别不好看。哇，你也注意起走路的姿态了。你以前走路的时候，那可是风风火火，连蹦带跳，没一个样子的。哪有？皇上，再过几日，便是陈王母的忌日了。臣想带着臣妹去京郊永福寺为王母祈福上香，还望皇上恩准。康熙已将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交由刑部审理，此二人一定会被处以极刑，也算是大快人心了。欢妹，你现在可以跟我一块撤走了吧？我爹过2天回京城，要不然等我爹来了以后，咱们商量一下再决定。义父说过，明珠谷以外的一切行动交给我来决定。可是，怎么，你又变卦了？不是，我只是觉得，如果我们要撤出紫禁城，如果撤不好的话，康熙肯定会怀疑的，到时候侦查起来，雪姐姐怎么办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安排好了。樊师妹和叶师弟已经随吴应琪的车队进京了，到时候我们借王母的忌日要到了，一起去京郊的永福寺为她上香祈福。然后我会安排一帮人，扮作是石青红的手下，将我们劫走。如此一来，我们既可以顺理成章的消失，还可以嫁祸给吴三桂，挑起他跟康熙的矛盾。哦，好吧。好，朕准了。到时候啊，朕让礼部的人准备一下，在永福寺给令堂做一场追奠。多谢皇上，臣母能享此哀荣，是臣兄妹天大的荣光。你先别急着谢朕，朕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差事要交给你去办，不知你是否愿意？臣愿听凭皇上差遣。这个刘德昭和顺天府尹甘国泰的案子虽已交由刑部审理了，但是朕明白，这朝中的大小官员中，不知还有多少刘德昭和甘国泰。朕想让你和索额图做钦差，组织一帮有能力的官吏，暗中清查其他官员，看是否还有人故意制造冤假错案，冒领功勋，以此作为整顿吏治的开端。皇上，这恐怕……怎么，你不肯？你要是有什么顾虑，就尽管说出来，朕替你解决。微臣不敢，只是臣乃小小的太医，恐难当此大任。这个整顿吏治啊，必定会得罪一大批官员，尤其是那些享有特权的八旗权贵，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索额图虽然能力强，但他毕竟是满臣，肯定会因为种种情面不便下手，所以朕想破格任命你为钦差，把那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国家路洞全部给揪出来，明正典刑。太好了，朱哥哥，这可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啊！李爱卿，朕思前想后，这满朝文武，只有你最能堪此重任。第一，你没有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背景干净；第二，你文武双全，办事能力强，而且还不怕有人买凶暗杀你；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贪图荣华富贵，心中藏着天下百姓，肯为他们牺牲。建清，你可愿意？哎，朱哥哥，你就答应龙小弟吧。这件事不光为了龙小弟一个人，还有全天下的老百姓呢。你想，咱们已经见识到了刘德昭和甘国泰的恶行了，可是天下还有多少甘国泰和刘德昭呢？还有多少老百姓正在承受他们的欺凌？你忍心不管吗？微臣遵旨。太好了，我就知道朱哥哥不会让我失望的。大师兄，如此一来，
你和小师妹要撤出紫禁城的计划，怕是要推迟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举。我不想让奕欢失望，更不想错过这个为天下老百姓除害的机会。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帮康熙整顿吏治，肯定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就算你最后千辛万苦做成了，也是替康熙做嫁衣，到头来，老百姓感激的只会是康熙，不会是你。我想好了，我会借此机会，在清廷当中掀起一番大的波浪，挑起朝中各大权贵对康熙的不满。如此一来，老百姓既得了利，又能激起康熙跟群臣的内斗，引发他们的内乱。还是大师兄思虑周详。说实话，我心里也很纠结。如果我跟奕欢撤走，只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宫里，完成寻找铜匣跟查找内奸的任务，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们也太自私了。大师兄，我知道你心里装着我们每一个人，你希望把每一件事都做到完美，对得起我们所有人。可是这样的话，你会很累的。就像这一次你决定留下来，那小师妹和康熙又会继续朝夕相处，这对你来说实在是一种折磨。若奕欢能像你这样了解我，在乎我的感受，那就好了。皇祖母，皇上对这李氏兄妹是越来越好了，居然让礼部尚书以朝廷的名义在永福寺在他们的王母祭臣进行追祭，这可如何是好？哎呀，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皇上这是有所动作了。难道皇上是要将这李奕欢纳入后宫了？那倒不是。皇上如此笼络李建清，是想李建清和索额图一同协助他整顿吏治。皇上这次微服私访之后，心境大变，言行激进的，哀家是担心他掌握不了分寸，动摇了朝纲啊。吴公子一路辛苦了。永历帝的遗物已经顺利押运到京，我们兄妹二人也该告辞了。待明天面圣交旨之后，我也要返回云南滇都了。反正二位也是四海为家，不知可否随我一起到云南滇都一游呢？多谢吴公子盛情相邀。这样吧，容我们兄妹二人多考虑几日，再做答复。也好，那我等你们的消息。吴公子，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等一下，倩影姑娘，这驿站附近有一个镜湖，今晚可否在那儿一见？我有一件礼物要给你，也算是留个纪念。多谢叶兄。走吧。二公子，你果真要带着二人去云南？怎么？有何不妥吗？这叶氏兄妹可是来路不明的江湖人士。父王不是跟我说过了吗？要多多结交这些江湖能人。可是卑职觉得这兄妹二人另有图谋。这一路走来，若他们真有什么图谋，那早就暴露无遗了。行了，你不用说了，我自有分寸。启禀皇上，微臣已将永历帝的遗物顺利押送进京，现来面圣交旨。
平身吧。谢皇上。二公子，山西一别，别来无恙啊。微臣眼拙，在山西居然没有识出龙颜，微臣罪该万死。二公子不必多礼，起来吧。是。朕在山西的时候，是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微服私访，你认不出朕，又何罪之有啊？微臣无能，一路上遭遇了2次劫案，不仅臣父准备的贡品被劫匪劫走，还连累山西总兵舒大人以身殉职，微臣罪该万死。这山西劫案一事，朕已查明，是鳌拜的余党刘德昭所为，与你毫无关系。你一路护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甚是辛苦。你和平西王对大清那是忠心耿耿，朕得好好的赏你。谢皇上恩典。起来说话吧。是。朕还有一事要交办于你。但凭皇上吩咐，微臣定当竭尽全力。这单子上面的药材都是云南独有，有劳你回了云南之后尽快制办，用快马送至京城。回皇上。这单子上的药材确实是云南独有，不过有一些是现成的，有一些却需要花点时间去制版。那就尽快抓紧时间制版吧。是。你进京之后，可曾见过你大哥？回皇上，臣乃外臣，未得圣旨，不敢擅见额驸。二公子办事谨细，很好。不过也不必这么拘泥于小节。太皇太后听闻你进宫了，甚是欢喜，特意召了建宁公主和额驸进宫。你这就随朕去觐见太皇太后，顺便见一见你大哥，也可以叙叙人伦之情。谢皇上恩典。二公子啊，果然长得是一表人才呀，请起吧。谢太皇太后。额驸啊，在。依哀家看，你这弟弟可是比你俊雅几分呢。啊，太皇太后有所不知，臣弟不仅长得比臣俊，才华也在臣之上。以前在王府里，臣父总是批评臣什么都不如弟弟。俗话说啊，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做父母的偏疼小的也是有的。在哀家看来，你们兄弟俩各有千秋啊，都不错，真是虎父无犬子啊！谢太皇太后美誉。不知二公子可有婚配？启禀太皇太后，臣父已给微臣在滇都定下了一门亲事。哦啊，哀家还想将一个格格许配给你，不想你已经定亲了。哎，这样也好，免得你父王埋怨哀家，将两个儿子都招了女婿留到京城，让他在身边都没有一个继续孝敬的人了。